来自云南丽江的一位大咖，也是从小受傈僳族文化的熏陶，并热衷与傈僳族歌舞，从事傈僳族歌舞表演多年，参加多项比赛并荣获多项荣誉，曾赴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进行文化交流。掌声热烈，有请楚丽花为我们带来歌曲《我你的说》。阿之苏，快快！夜色密码的努得里我你呢我你呢所说的可这么被可我你妈夸嘎吃夜色密码的努得里我你